一次過同大家睇晒啟德海灣高層嘅現樓單位。J 室就應該係最靚嘅，入嚟啦，一個玄關位擺下，打完牌之後就轉過嚟。呢個海景，揸海嘅露台啦，用趟門啦，海景呢個海景，呢單位靚啲。個長度闊度夠嘅，同埋佢特色少少咧。呢個玄關位隔離有個士多房，可以整鞋櫃或者做一個 walk-in closet 啦。然後呢度就緊全斜形嘅櫥櫃，正嘅，有個冷海。浴室、水人房，咁呢度就係衣櫃啦。掃過去就海景，感受又好，擺位都好容易。最後邊睇埋個細少少嘅水房。OK，A 同埋 J 我會揀 A 兩邊。呢間係 G 室，入門有少少玄關啦，一個長形嘅廳。OK，望樓景，但打側少少咧，就有個乸海景，就3個露台啦，都夠大。雖然樓景但係夠闊嘅。轉過嚟，成個廳都好闊身。同埋佢呢個曲斜形嘅廚房又做得靚仔咗，你見到呢度係用晒圓弧嘅，然後個板材都靚，台面夠用嘅，同埋都有足夠嘅收納空間。下面就洗衣機啦，呢度靚仔，睡房都係樓景，然後就有側海。浴室 ，OK， 呢邊就主人房。主人房嘅缺點就係呢度同隔離屋傾到嘅，但係呢度就詳細㗎啦。整體我覺得 OK 嘅。睇見 D 室入嚟幾正喎！如果海景就舒服好多，成個視野，山海城都望到。廚房就一字形，海面就唔夠嘅，但係 OK 咯。擺位就嘗試喺呢度拉張餐台咁客廳，再轉嚟睡房。咁呢度就海景嘅睡房。有個細細地嘅士多房俾工人姐姐用啦，然後就浴室 OK， 最後就睇下個主人房。主人房感受上就 good 嘅，呢度挨咗，本來呢度有海，美中不足，但咁樣睇 OK 嘅。呢度就睇角度。呢邊就打側咗，前面就唔係 MQ 啦 ，MQ。但係實用上呢隻廚房係實用啲嘅，台面都好好多啦。我覺得4個31尺做到咁嘅廚房、咁嘅廳、2間房、一個客室 ，OK， 入嚟水房。係個景觀差啲咯。廚房呢度有台好貼，咁下面就 MQ。哇！呢間一睇就知道係大單位，貴好多。景觀都靚好多，最靚嘅景觀就呢邊，你睇好，譬如我都望到，OK。
係個廚房細，一字型。你可以玩塊板封埋佢。OK。然後呢邊就睡房，你可以望到泳池啦、海濱啊、海啊。嗰邊就觀塘正。主人浴室啦，我覺得 OK 嘅，同埋佢都有足夠嘅室內空間啦。跟住過嚟，下次另外一間細睡房都可以景落地窗，正嘅。由呢度打側嘅海，3間房全部望海，正。除咗廚房細之外，其他都 OK。但係586尺咁嘅3房，正嘅。個雪櫃搬咗入去個門口度，即係個玄關雪櫃。呢個配置就唔係幾好，雪櫃擺喺呢度，但係冇辦法。呢間就係伊丹米，咁就入嚟啦。幾靚仔，哇！其實舒服嘅感覺上，咁有趟門啦，有3口1露台啦，望出去就內海景，嗰邊就獅子山，然後呢度就係九龍灣觀塘，成個海灣景靚嘅。再轉過嚟，樓底就正常樓底啦，而佢嘅一字型廚房真係做得幾靚嘅。即係做晒啲鑊咧靚 ，OK， 家私電器齊啦，正嘅，生活量 OK 嘅，只不過有樣嘢台面係唔夠，諗下。轉過嚟細房，哇，落地玻璃望出去，咁呢條路就係所有車過啦，你見到上面靚。浴室感覺上企理嘅，成個空間又大，仲有足夠嘅儲物空間。OK， 然後呢邊主人房，哇，高層又真係唔同啲，空頭呢間現時就大概2萬蚊尺啦。個 B 室正嘅，呢間都係2房，好多啊！都係長形嘅廳啦，一字型嘅廚房就冇乜特別好講嘅。然後呢邊仲有個雪櫃啦，不過要3。所以靚嘅海景，呢度都係士多房，呢度都係浴室，呢度就主人房。主人房咁望，側身望到啟德個景。所以當我睇完，如果幫到你哋都點讚、訂閱、分享，我係 Louis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